上海这座城市啊，是养育了我们大家。那么这个上海的方言呀，是我们城市一个符号呀。我从小呢，爹爹妈总归是得能教育阿拉，勇儿啊、吉儿啊，那一定要好好叫做人，要向一个人学习，要讲诚信。我们上海这个是城市，就是靠诚信发展起来的。如果㑚大了以后不讲诚信，不向这个人学习，今后㑚大了，㑚也不要认我爷，我也不认㑚这个两个儿子。那么我爹爹要么想讲这个人，叫我学习这个人啥人呢？就是上海当时间第一个民族资本家，上海的五金大王叫叶仁忠。叶仁忠1840年出生了浙江市区，154年到上海，交关穷，身无分文啊，只有靠力气，辣辣黄浦江上租只小船，从十六铺摆渡到丹口浦东做摆渡生意糊口的。有一年嘛，来自个外国人，讲小朋友侬对，我到浦东去开个紧急会议。叶仁忠一听嘛，3件2件已经到浦东了，收支银子嘛，目送外国人跑嘛，回到船厂里向。我了回到船厂里向一看嘛，哦哟，船厂里向金光闪亮，一只咖啡色的皮包呀，一想嘛，哎呀，这只皮包一定是这个外国人忘记脱了，伊走得匆匆，哪能办？跑过去那皮包拉开了一看，哦哟，不得了啊！这皮包里向一皮包侪是美金，侪是支票。那么假使碰着不识调两个朋友们，拎着皮包跑了，这个辰光伊没探头的，对不啦？但是人家叶仁忠不是这能想这只皮包是外国人的，伊忘记脱一定交关急，我一定要还拨伊。哪能还法？浦东介大地方，伊没110报警啊，寻不着伊啊！哪能办？等啊，是等到夜里啊，落大雨了。外国人看见岸头里个人寻回来，拿皮包还拨伊外国先生，也是侬要的。这个外国人看见这皮包，人就撅到了眼里，汤汤的，甚至1日天了。从此以后，这个外国人经常要拨叶仁忠同弟对叶仁忠讲不要，我一分钱也不要，我已经收过侬船钿了，侬拿支皮包跑好了。两人变朋友了。那有他们外国人组织一个船嘛，就讲这叶先生啊，你老是这个做摆渡啊，是不是可以想想做其他生意发财呀？这生意发财人人想发，但是做生意呢，我做不来生意啊。那你看这黄浦江上天天大大小小的船只来来往往，他们每天要卖螺丝，要卖螺帽，要修船，你可以做5金生意吗？5金生意啊，5金生意好是好呀，交关好。但做生意我没本地啊，我没本地咋做呢？钱没有问题啊，所有的货我提供给你，不要你本钱，你赚了以后利润你拿，本金还给我，卖不出东西还可以还给我。搿外国先生侬就要我发财嘞？搿好，我有外国先生我撑出来。搿做生意，我同外国人做生意，我有情况了，我英文不懂了，我英文不懂，我咋做呢？那没关系，英文我可以交朋友教你吗？那么这个外国人就教这个美国人教伊英文，好哟，这个叶仁忠学英文是买里头10人8人呀，英文但是不懂嘛，一句一句是宁波话记了上头呀。搿英文里向嘛，来嘛叫 come， 去嘛叫 go， 记上去，一块洋钿叫$1。头冷水，这头冷水叫斯丁泡。外国人讲侬到里向来，里向阿拉晓得个，里向叫阴山，阿拉宁波人会登了外头，外头叫昂山哦。外国人讲侬清柔，好个清柔就是适当。搿么后来有人做唱了呀，一唱么记得牢实了呀。叫来脚扛起脚高，一块洋钿么$1，廿4个铜钿缺的呀佛，道冷是4顶泡，阴山西东么里向手。那么叶仁忠成为我们中国第一班5金叫老城记5金杂货店，开了虹口，一开至50-60万托拉斯。发财了，但人家发财只剩下2桩事体。第一桩办教育，
办教育，哈伊啊，现在就是伊办了第一只叫城中农学堂，就是现在虹口城中中学前身。出来个毕业生，李四光地质一家，朱可桢地理一家，胡适1938年中国驻美国大使，为香港无锡的大王李达山，侪是学堂毕业。而且非但上海办学堂，为了乡下，你市区乡下，办叫中心学堂出来毕业生，包玉刚、包玉书少一副，侪是世界巨富啊！那么做自然，非但伊做自然，那伊个儿子也做自然。那我现在讲桩事体拨㑚听，就是辣现在叫江湾5角场，叫正明路507号，有爿医院叫上海肺结核防治所，就是一家花园。那么一家哪能会得此地有个花园呢？因为上海以前有2只跑马厅，一只是在人民广场跑马厅，一只叫江湾跑马厅。江湾跑马厅1910年开张辰光呢，因为一家里向有股份的，所以辣旁边造只花园呢，是拨跑马厅客人休息白相相的。到1923年，哈哟，迭只花园里向的是12样双烧、太湖石头、名花的花，名花是上海赶不上第2只。到23年吧，上海人侪要进去看啊，乃末对外开放，叫夜花园。因为啥体呢？因为江湾跑马厅呢经常跑夜马的，所以叫夜花园。那么呢，叶承宗的儿子叫叶宜成，辣沈江市 University 沈幼儿大学毕业，就是现在的华东政法大学。伊个导师啥呢？很有名，上海医学院院长叫颜福清。颜院长有他小爷讲，小爷啊，阿拉现在上海了，连一个就是讲。医肺结核病人的医院，不要讲医院了，是伊拉拨伊拉好叫休息的地方都没呀。这个小一听见老师对侬讲，心里是交关感激啊。像伊这个老师导师，上海医学院院长颜院长，医学界的博士泰斗啊，外国留学生，对侬个老教授，十里万计为了为上海的肺结核病人来考虑，当场拍板，老师。我一家花园捐拨侬，这个不是捐只花盆啊，捐只花园啊！从此我在上海是有了第一班看肺结核病人的医院啊！所以我讲到迭搭上，我总归是蛮激动的。我还想起我爹爹已经讲勇儿啊，侬要想叶承宗学堂，这个就是一家花园的来历。